我都以为我要挂了，太吓人了。这个是秋冬，这个是秋冬款的，就比较能稠一点。这个是春夏款的，春夏款的比较滋润，像果冻一样。有很多姐妹问，就是我是推荐这个春夏款的。晚上可以多擦一点，早上也要化妆的话就少擦，打个底嘛。上妆的时候它不会卡粉。看一下我这用了多少瓶，就一个白粥，啥也没有，舌头嘴巴里面全部是苦的，是什么都没味，什么都吃不下。
我不要，我吃中午那个。